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啦，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咧，咁啊見到外邊位置香港興旺啦，響佢外邊仲有喜多型啦，再數翻入邊嘅馬啦，中檔有呢隻就帝勝神區啦，內欄就係一人馬人強馬勁啦，咁啊中檔位置咧仲有火紅人，出邊就二寶嚟㗎。咁啊內欄位置大約喺呢個第7位有勁感啦，再數中間聖歌兒啦，尾4就夢仙，咁啊尾3咧就係呢隻活力歡騰啊，咁啊暫時殿後嘅馬匹咧有呢隻醒目名區啦，同埋嗰隻包裝鬥士嚟㗎。好啦，轉緊呢個咧就係12米彎啊，前面帶頭嘅馬匹咧有呢隻帝勝神區啦，跟住第2位香港興旺啦，內欄第3位係人強馬勁啊，出邊第4位咧有呢隻就喜多型啦，再外邊咧3搭喎有隻二寶啊黃衫嗰匹啊，再數中間位置就火紅人啦，內欄就勁感，再數中間嘅馬匹啦，尾5度咧仲有聖歌兒響出邊啊，又係3搭就夢仙啊，尾3內欄活力歡騰，後邊2匹馬醒目名區暫時殿後咧就係嗰隻包裝鬥士嚟噶。好啦，跑到去對面直路中尾段啦，前面帶咗出嚟嘅馬咧仍然係呢隻帝勝神區放出嚟佔先咗半個身位度啦，跟住響第2位有香港興旺啊，再見到後邊嘅第3位咧出邊位置咧就係呢隻二寶啦，內欄人強馬勁，中間喜多型，後啲嘅馬仲有火紅人，內欄黃衫咧就係呢隻勁感啊，中間位置咧就係聖歌兒，後邊4隻馬內欄活力歡騰，最出夢線，尾二醒目名區，包尾包裝鬥士。好啦，入正最後直路啦，前面透出仲係帝勝神區啊，涉內欄追緊上嚟嘅馬有勁感啦，外邊冚上嚟啊，最出有火紅人，中間喜多型啊，埋邊聖歌兒追緊，跟住聖歌兒出仲有醒目名區，最後100米聖歌兒打兩邊之後呢，跑馬地銀瓶就贏緊㗎啦，第2名嘅馬睇係邊隻㗎啦，大外檔嘅火紅人，內欄就係勁感，中間呢就人強馬勁啊，咁啊結果呢隻聖歌兒以一個相當嘅輕鬆姿態，一個閘撻一撻佢就搞得掂啦。一路喺個2搭嘅位置一穿上嚟就贏出呢個跑馬地銀瓶，跑第2名，火紅人最出喎，埋邊係勁感，中間人強馬勁。咁啊都好明顯係呢一場啦，聖歌兒佢贏得好輕鬆啊，不過火紅人都我睇見火紅人諗起星力咯，不過星力跟住保中㗎啦。啊，咁啊，即係我睇下下一場啦嚇，呢隻火紅人都真係蝕到暈啦。咪星力排9檔跑第2嗰啲位咯，轉個彎乜掟到咁開啊！真係好蝕啊！真係啊，蝕到無可再蝕啦！真係。一直賺到冇得再賺，一直蝕到冇得再蝕，咁你全 Q。但係嗰條追上嚟嘅勢好勁㗎嘛都。